大家好，我係 Esther， 歡迎翻到嚟我嘅頻道。喺睇片之前，幫我做3件事先，就係 comment、like and share， 跟住 subscribe 我搶先看啊！咁我咧在此咧就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十分之抱歉啦，因為咧我其中一部機喺摩洛哥拍攝嘅期間咧係已經壞壞地㗎啦，咁啊翻到嚟咧更加係啲 MP4 嘅檔案咧完全損毀啊！咁所以變相咗咧 Day 6至到 Day 8嘅期間嘅所有影片咧，真係唔多，因為嗰部壞嘅檔案仲要係我嘅主機，仲要用得唔耐啊！希望我拼拼切切湊下咧，大家都大約知道個行程啦。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摩洛哥呢個地方。今日我哋參觀呢個位置呢，就係阿特拉斯影城。咁裡面呢，除咗有呢個 Hermes 嘅廣告啦，同埋羅亞方舟呢，都係會喺翻呢度取景之外啦，亦都係大家會見到牆上面有好多唔同嘅製作公司都會喺翻呢度取景嘅喎。咁而呢度呢，因為我之前另外一部機拍嘅片呢係完全冇晒啦，所以變相咗呢度呢係絕對唔多片啦。咁就留翻可能大家有興趣去摩洛哥嘅時候呢，個團又參觀呢度，咁啊大家入去再參觀啦。其實參觀嘅時候咧，都會有翻一個小活動，就係俾人揀選咗之後咧，你係會當一個演員咁樣去俾人拍攝啦。咁而我咧就當上咗呢個主角，就係埃及妖后啊。因為咧呢條片其實都拍到好長㗎，只不過咧有啲團友啦，始終唔係咁想上到 YouTube 鏡啦，咁變相咗咧，我就唔俾大家去睇咁多，大家有興趣嘅話就自己去體驗啦。呢個係建築系嘅世界文化遺產，但係咧就可以炸嘅個食，即係又可以裝啦，又可以炸。點解咧？因為佢係技術係世界文化遺產。我哋攻頂係咪？嗰個頂啊！攻到2/3，剩翻個1/3，你要攻就攻，唔攻咧就同一齊坐就得噶啦。係咪嗰個啊？見唔見到？有人嗰度咯。有人，最低嗰度有2個人行緊落樓梯噶嘛，係咪？係。1、2、3有同，即係有3間屋仔嘅。紅色衫嗰個人咯。中間嗰間屋啊，唔係嗰度係頂咯。我係個2/3喺邊度咧？中間咪有啲3間屋仔嘅。哦，嗰度。喺凸嘅下面嗰度有3間屋仔突出嚟嘅。啊，嗰度。第3間，左邊數過右邊第3間，嗰個就係集合位置，嗰個就2/3，我哋又要去嗰間屋啦而家。好，行啦。上到嚟少少啦，爭啲就可以攻頂，我哋一齊攻埋個頂去先。行啦，好熱啊，熱死人啊！攻頂。
酒店可以唔攻頂啊！唔做開運動嘅我，平時唔做開運動嘅我，都一定需要攻呢一個頂。片場啊！下面係起緊個片場啊，下面就 low photo， 上面就任影唔漏。大約15分鐘到，咁就行翻落山。而家咧就去餐廳食飯啦。就係呢邊係啲好啦，頭先咧我哋就係呢個接過上山嘅，咁就而家咧就落翻山。去到夜晚嘅時間呢，就係參加呢個非洲嘅傳統宴啊！咁呢個亦都係晚餐嘅時間啦。咁如果大家呢餓嘅話呢，真係要食少少嘢啊！因為由晏晝去到呢個時間呢，其實我哋可能係大約晏晝12點零1點鐘去食呢個 lunch 啦。但係呢個晚餐呢，因為要就翻呢個表演啊，係會去翻到當地嘅時間9點鐘先會食晚餐嘅，仲要等佢上菜嘅時間啊，仲要行入去啊，跟住再去睇埋個非洲傳統表演，咁就大約都耐嘅時間，嗰日起碼差唔多成12點先翻到酒店。亦都為咗保留少少嘅神秘感啦，咁我純粹喺度放少少嘅片段，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繼續睇落去啦。而播緊呢度嘅合拼圖呢，就係摩洛哥嘅 Last Day 啦。咁我哋呢，就去咗呢個 YSL 花園啦、曼拉華花園啦、巴希亞皇宮啦、贊馬廣場啦。另外呢，就係呢個富圖比亞清真寺啦。最後一個特色呢，就係坐呢個馬車返酒店啦。而呢個呢，係自費活動。其實呢程嘅特色體驗咧都頗長㗎，大約45分鐘咧就會由呢個贊馬廣場咧返到酒店。嚟到酒店啦！由摩洛哥嘅卡薩班卡機場起飛，再喺杜拜轉機啦，返到嚟香港咧時間為歷日嘅下晝3點鐘左右，而巧合地咧，嗰日嘅風向啦、使用嘅跑道啦，同埋我坐嘅位置咧，都係可以睇到應該係香港新界嘅全景。因為咧，我係認得幾笪地方嘅啫，就係包括深圳灣嘅華潤總部啦、錦上路站啦、石崗機場、大帽山天氣雷達。睇下大家咧，仲認得啲什麼地方啦？